Hello， 大家好啊，我係 Kelvin 啊，今日嚟講講小米蘇7。上市至今，點解呢架車會出現呢兩個問題，甚至以後仲會唔會有其他問題出現呢？今日我哋嚟分析下。大家要知道啊，想生產一架量產車出嚟咧，呢個過程係非常之漫長同埋複雜嘅。今日咧就簡單啲，我哋將佢分成5個部分：設計團隊、前期開發、工廠、配件供應商同埋宣傳。設計團隊上邊，小米係挖咗寶馬同埋 Benz 嘅部分設計師嘅。其實呢一步咧，佢嘅選擇咧係非常之正確同埋非常之做得靚嘅。傳統車企、豪華品牌、歐洲廠家，是不是屌爆啦？所以我個人覺得啊，呢架車喺外觀設計同埋內飾設計咧係唔會跑偏嘅。記住係唔會跑偏喎，好睇與唔好睇啊，另外再講啦。呢個好個人好主觀嘅。將設計師畫出嚟嘅嗰個二維嘅嗰個設計圖，不斷去開發零件嚟去將佢變成一個實物，真真正正嘅一架車。任何嘅一個部件，佢嘅佈局、用料、成本等等一系列嘅嘢，全部都係喺呢一個步驟入邊去實現嘅。而今次事件入邊嗰個大燈上邊嘅翹角，我個人覺得問題就係出喺呢一個環節上邊。但係具體到環節入邊嘅邊個部分呢？我哋又嚟猜想一下。老闆話呢台車一定要是一台運動型轎車。咁開發部門咧就要去諗運動型，首先就係真係要夠快，其次就係要有流線型嘅外觀，令到風阻係數好低，然之後咧就係要有一個好惡、好運動嘅外形。咁從所有參數上邊嚟去睇咧，的而且確呢架車係滿足咗呢3個條件嘅。屌不屌？跟住老闆又再嚟一句啦。我要將我哋做手機嘅嗰啲標準放喺呢架車度，我要呢架車嘅設計要非常之完美。咁呢個時候咧，開發團隊咧就會不斷去諗啦。咁所謂嘅更加完美，梗係有對比啦，對比人哋啊嘛，人哋嘅嗰條接縫嘅嗰條罅品控上邊咧係做到8mm嘅，我哋咧就要做到5mm，咁我哋就厲害過人哋啦，犀利過人哋啦。恰問題就出現喺呢度啦。我揾齊網絡上所有嘅資料，我都揾唔到小米汽車嘅呢一個前期開發團隊係原來做開手機嘅、玩開手機嘅嗰班人，定還是係原來係汽車行業入邊嘅人。而呢兩樣物件真係兩個維度入邊嘅嘢嚟。最基本嘅一樣嘢就係我部手機唔需要好似我部車咁一日到黑喺外邊日曬雨淋。好啦，呢個部分講完，下個部分工廠。工廠咧，小米又係犀利嘅，真係犀利。其他呢啲跨界嘅新勢力品牌咧，喺工廠上邊嘅選擇咧，一般咧就都係借用人哋原先傳統車企嘅嗰條生產線，又或者係買一條人哋退役落嚟嘅嗰條生產線。咁但係阿 Jer 咧，阿 Jer 係嘛，普通話係咪咁講噶？就犀利啦，就直接投錢咧開一間全新嘅工廠。看看我們怎麼把友善按在地上摩擦的啊！咁但係大佬做車喎，做空調你空調都唔係佢做嘅，而家講。可能佢真係覺得將佢入邊所有嘅產品空調啊擺落個空調嗰度，跟住個手機又擺落個 mon 嗰度，然後咧賣嗰啲咩沙發啊、床褥啊嗰啲就做落張凳度，咁就變咗一部車啦。但係佢真係忽略咗4個轆同埋個方向盤。設計完啦，前期開發完啦，工廠都起好啦，係嘛？咁呢個時候咧就要去揾供應商啦，因為嗰啲配件唔係佢自己做噶嘛。因為供應商其實做嘅嘢都幾簡單，我要做個方向盤，你咧就俾數據我，個方向盤係幾大嘅，直徑幾大嘅，中間嗰個設計係點嘅，然後咧呢個供應商咧就去開發呢個方向盤嘅上邊嘅所有嘅呢啲配件啊、附件啊咁樣樣，然後咧就去寄個版俾你，嗱，得唔啱啊老闆？跟住你話呢個細節唔啱啊，你再修改啦咁啊，所以其實所有嘢最終嘅控制都係喺小米度。最後就要講講我真係最佩服阿 Jer 嘅一樣嘢，就係喺宣傳上邊。你睇佢為咗做車，佢又走去跑扭筆，又去學漂移。你話佢好懂車咩？我個人覺得，但係佢塑造出嚟嘅人設係令人覺得佢好懂。因為我自己都有我自己嘅產品，我都成日去諗點樣宣傳自己嘅產品。喺呢個過程入邊，你會發覺最痛苦嘅一樣嘢就係靚嘅嘢係好難用把口嚟講出嚟嘅。就例如呢2個窿，我相信選呢2個窿嘅人，100個可能有，我唔敢講99個啦，80個都係為咗佢靚嘅啫。而喺我頭先講嘅嗰個咩設計團隊前期開發入邊，佢根本就冇諗過要將呢2個窿變成有實質作用嘅。宣傳寫文章嘅呢一班友仔，佢懂唔懂車呢？又或者呢一班友仔係咪好似我咁輸入幾個關鍵字，DeepSeek就會話俾佢聽呢？引擎蓋上的2個孔有什麼用？一段咁樣嘅分析落嚟之後咧，大家要知道啊，做一部車係真係好難同埋好複雜嘅一樣嘢，仲有好多嘢我冇講，例如底盤調校咧，係咪？呢樣嘢先係一部車最核心嘅地方嚟噶嘛。咁如果你問我啦，喂，小米會唔會再咁繼續咁爆雷落去㗎？我覺得係會嘅。如果你問我點解會，我覺得會咧，我第六感。
講咁多其實唔係真係對我哋自主品牌冇信心，亦都唔係為咗笑我哋啲自主品牌。其實我係想大家知道一樣嘢，就係欲速則不達。最後再講一個唔係秘密嘅秘密俾你哋聽。世界上另外嗰兩個科技巨頭，一個係蘋果，一個係索尼，兩位咧都已經開啟咗造車嘅計劃㗎啦。而蘋果嘅呢個造車計劃咧係2014年就已經立項，至今都未有條毛出嚟嘅。反觀我哋嘅小米同學，2021年開始有呢個造車計劃，2024年嘅3月就已經正式上市銷售啦。好啦，今日我要講嘅係咁多，覺得我講嘅啱聽嘅，可以點個讚、轉發、收藏，多謝大家，下次再見。